香港終於有個地方可以着住宮廷服打卡兼 high tea 啦，就要嚟超過140年歷史嘅前水警總部181 Heritage， 今次嚟到 Luma 餐廳展開一場華麗嘅宮廷 high tea 體驗。第一步先揀你嘅宮廷戰袍，我哋就揀咗宮廷風嘅長裙啦，一秒化身優雅貴族。更衣室本身就已經係 mini 攝影棚啦，隨手一影都係復古大片啊！外邊都仲有好多打卡位噶，無論係馬廊門口、綠油油嘅草地，抑或係維多利亞風外牆同埋天橋，度度都靚到好似電影場景咁啊！最唔能夠錯過就係呢一道古典樓梯，可以即刻上演桃芬公主嘅劇情。另外圖書館改建嘅私人包廂亦都特別有氛圍啊！樓上嘅房間一樣咁好影啊！建議預留至少3個鐘頭慢慢取景。最後重頭戲英式下午茶，記得提前預訂戶外走廊嘅位置。哇 Luma 嘅 high tea 真係每一層都充滿創意同埋驚喜啊！又靚又好食，菠菜燉蛋香滑濃郁，冬陰功糯米糍亦都非常特別，款款都睇到流晒口水啊！快啲約埋啲姊妹一齊嚟度過優雅嘅午後時光啦！仲有好多打卡位等緊你嚟發掘啦！